嘿，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69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75天。乌军总参谋部宣布乌克兰空军在5月4日成功击中了位于库尔斯克地区叫捷特基诺市附近一个俄军无人机部队指挥所。本次攻击十分成功，多达20名俄军被消灭，设备被摧毁。那么这个对俄军来说损失惨重因为这些飞手现在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乌军对库尔斯克发起了新一轮进攻。俄罗斯社交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指出乌军正试图进攻捷特基诺，据称在火车站附近发生交火，至少发现5名乌军士兵，局势正逐渐变得紧张。兹万诺耶附近一座桥梁被乌军炸毁，不过迄今为止尚未看到乌军对此发表任何评论。跟去年8月从库尔斯克南部边境发起进攻不同，乌军本次进攻是从库尔斯克的东部边境发起，打击的是俄军的防御薄弱地带。俄罗斯媒体称乌军本次进攻出动了15辆装甲车，大约250人，扫雷车开路，使用了大量的无人机，俄军进行炮击，但力度不大。从目前的规模和进攻的态势来看乌军本次对库尔斯克的进攻更像是一次战术行动，是一次试探，目的是牵制俄军为仍在坚守在库尔斯克的这个其他的乌军减轻压力。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新施泰因称乌军攻击了雷利斯克一座变电站，2名未成年人受伤，城市停电。也就是这个库尔斯克到处都遭到轰炸5月5日，一位俄罗斯军事博客作者声称，乌克兰军队在比尔格莱德州西北部波波夫卡和杰米多夫卡附近，也就是在比尔格莱德市的西北部保持有限的存在。当地时间5月5日凌晨，莫斯科传来多声爆炸，防空系统异常活跃。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表示这是因为有疑似飞往莫斯科方向的无人机而启动拦截。受此影响，莫斯科的多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所有航班起降被临时停止。当地市民表示听到了6次爆炸声。之前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布良斯克、伏尔加格勒等地的兵工厂不断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还有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港更是因为乌克兰的多次袭击，当地暂时取消了2战胜利日的游行。2025年5月6号晚间，俄罗斯中部地区包括莫斯科州和莫斯科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据俄罗斯国防部称当值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05架固定翼无人机，其中19架原本目标是莫斯科。此次袭击是2025年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影响了俄罗斯欧洲部分的11个地区，包括布良斯克州、库尔斯克州、比尔格莱德州和莫斯科州。由于存在新的袭击威胁，弗努科沃机场、多莫杰多沃机场和茹科夫斯基机场启动了地毯计划，暂时限制航班的起降。据俄罗斯航空运输署称，限制措施从凌晨2点持续到4点30分，共有20架航班被引导至喀山和夏诺夫格罗德备降机场今天实际上就已经是5月7号了。5月6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此发表声明说5月7日午夜至5月8日为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于4月28日宣布的72小时停火将开始实行。也就是按照普京的这个指示那俄军从5月7日夜就要开始停火。根据媒体此前报道5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拒绝了普京的这个提议停火72小时，取而代之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要停火1个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他在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在胜利日庆祝期间停火，但若乌克兰开始攻击俄方阵地或设施，俄方将做出相应回击。佩斯科夫说我方将实施停火，但若基辅政权不予以对等回应，并持续试图袭击我方阵地或设施，俄罗斯将予以对等反击。这个俄罗斯人那个脑回路一般人是理解不了的。这个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他这个说法简直就是可笑至极自相矛盾。首先他说这个我们总统普京说了5月7日开始停火72小时，你乌克兰就得停火因为我们普京总统说了停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乌克兰要是这个期间不停火，对我们的阵地或者其他目标发
动攻击的话，那我们就要发动对等反击。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神经病？对等反击什么？就你打我一下，我也打你一下；你炸我一下，我也炸你一下。正常的逻辑应该是啊，我们总统说了啊，5月7号到5月10号要庆祝这个胜利日啊，要停火72小时。如果你要是敢在这3天里面72小时啊轰炸我们阵地或者轰炸我们其他目标，不遵守这个我们总统指定的这个停火协议啊，那我们就要加倍反击。因为对等反击，你平常就是对等反击啊，你平常说不定比对等反击还厉害呢。这个乌军进攻俄军的阵地，乌军炸俄罗斯的地方，那俄罗斯都是也要反击啊，甚至还加倍反击，这就是战争的常态嘛。你现在人家是这个地堡老人的指示啊，地堡老人的这个梦想当作放屁，还要炸这个莫斯科，炸克里米亚。结果佩斯科夫说我们要对等反击，你这一下把乌克兰整得不会了。乌克兰到底是炸还是不炸呢？给人感觉还是鼓励乌克兰炸呀，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呀。那乌克兰会不会在5月9号那天攻击这个莫斯科，甚至红场阅兵式，攻击这个胜利这个游行？现在啊，至少乌克兰官方是不置可否，因为这个乌克兰外交部就外国军队参加莫斯科5月9日阅兵发表声明，说啊，如俄罗斯士兵并肩游行，意味着共同承担杀害乌克兰儿童、平民和士兵的血债，这绝非对战胜纳粹主义的致敬。我们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那些宣称中立的国家，不要参与其中。就是5月6号这一天呢，乌军还发动了对这个俄罗斯大范围的轰炸，所以至少啊，乌军是有可能啊，在5月9号轰炸莫斯科，这个谁也不能保证。泽连斯基也说了，对吧？你们跑到莫斯科吃席啊，你们安全由俄罗斯负责，由你们自己负责。这个乌克兰的外交部啊，也给这个各国啊发了通知，建议不要去莫斯科去吃席。首先啊，这个去不去莫斯科吃席啊，这个要另当别论。去莫斯科吃席也不代表啊，就是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对吧？这和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是两件事。毕竟啊，这个还有很多国家跟俄罗斯的外交关系是正常的。这第二个呢，毕竟啊，这俄罗斯举办的是一个纪念2战胜利的这么一个胜利日啊，而且搞了80届了。参加这个胜利日也不意味着啊，就是怎么支持俄罗斯，更不意味着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当然了，乌克兰方面提出这种要求啊，建议你不要去，这个也可以理解啊。这个乌克兰当然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要孤立俄罗斯，孤立侵略者，孤立这个施暴者，这个诉求完全可以理解。所以鉴于这个啊，我认为啊，这个5月9号乌克兰要真心实意的轰炸这个胜利日阅兵活动现场，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因为乌克兰这么做的话，他得不到什么太多好处啊，反而给自己增加了很多困难，对吧？外交上增加了很多障碍，实际上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你炸这个红场这个阅兵式，你能让俄罗斯停火吗？很有可能导致俄罗斯战争升级。根据这个华盛顿邮报的说法啊，他说乌克兰几乎不大可能尝试打击莫斯科的阅兵活动，因为成功的可能性很低。这个是华盛顿邮报援引一位乌克兰国防高级代表的话称。这位消息人士表示啊，俄军的所有防空系统都已调往保护莫斯科，就算乌克兰尝试打击，也难以取得成果。因此，乌军可能袭击俄罗斯其他地区，而非莫斯科。另一位乌克兰国防部代表补充，若袭击红场，届时将有多国领导人出席，可能引发俄罗斯的报复行动，并激怒华盛顿。他认为外界关于乌克兰计划发动攻击猜测是被夸大的，所以我认为啊，乌克兰是不会直接攻击这个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式。但是啊，我认为乌克兰他一定会让莫斯科周围的那些防空系统要进入运作状态，也就是让莫斯科那个警报大作。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莫斯科的周边，对吧？无人机是可以过去的，导弹也可以过去。这一下莫斯科的防空系统就大乱甚至这个俄罗斯自己的防空系统这个自主发射这个在战场上经常发现他已经不听使唤了，就是他也不听操控，导弹自己就飞出去，最后去哪儿炸了也不知道，对吧？引发一连串的问题这个就需要俄罗斯自求多福了，对吧？你去红场吃席的那些外国领导人，那你也是自求多福这是第一个我认为乌军是完全有可能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或者是直接就无人机轰炸莫斯科的周边一些
你总不能说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导弹就不能往莫斯科那个方向去炸一炸周边啊，让这个莫斯科进入高度紧张的状态，让它的这个防空系统进入超负荷运行，让这些去莫斯科吃席的外国领导人听一听这个警报声啊，甚至听一听那个无人机啊低慢小，对吧？这嗡嗡嗡的这个声音由远而近啊，它飞得很慢的那无人机，对吧？从红场飞过也去参加阅兵，它完全可以不带炸药啊！我觉得这一招非常高明啊，也就是说乌军发射几十架无人机不带炸药，哎，这个俄乌双方都有这种无人机啊，叫诱饵或者什么啊，就是让你这个防空系统进入工作状态。哎，至于你俄罗斯自己的这个导弹掉下来砸着人了，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让那些到莫斯科吃席的外国领导人也身临其境体会一下80年前，对吧？这个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多么不容易，这个叫沉浸式体验呢，这不比那个单纯去吃个席意义要大多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乌克兰一定会炸这个克里米亚，包括克里米亚大桥，还有俄罗斯境内的其他的重要的军事设施，因为现在正好俄罗斯已经把这些主要的防空力量都调到了莫斯科周围，那其他地方肯定是比较空虚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3年来，可有一刻停止轰炸基辅了，对吧？对基辅的这个很多目标都在打之列啊，虽然没有炸这个乌克兰的什么议会大厦总统府之类的，但是其他的民用设施对吧？民用建筑是炸过的，甚至还炸过这个叫情报总局的大楼一度传言布达诺夫不是被炸死了吗？然后布达诺夫是到英国到德国去做手术去了吗？那你俄罗斯可以炸基辅，那谁规定的乌克兰就不能炸莫斯科呢？有一个国外的是领导元首哪国的我忘了，在基辅访问的时候就遭遇了炸弹就在他200米外爆炸。当然了，也有很多网友分析那是不是会有这个破坏分子，对吧？俄罗斯内部的反对势力，对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敌特潜伏在俄罗斯，趁机搞一些这个暗杀呀或者爆炸呀这些暴力活动，这个也有可能因为这个战打了3年，俄罗斯国内也是怨声载道那乌克兰的这个特工情报系统会不会潜伏在莫斯科搞点这个特效，对吧？给这个吃席加点节目加点彩，这也有可能总之人家乌克兰人是打了招呼了尽量不要去莫斯科吃席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首先是欧盟国防委员会委员叫库比留斯表示如果特朗普未能说服普京实现和平，欧盟将向乌克兰提供增加4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与此同时，彭博社说欧盟还提议在2027年前禁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彻底的断俄气为了推进限制这种依赖计划，欧盟打算6月提议禁止进口所有俄罗斯天然气，这既适用于与俄罗斯签订的新协议，也适用于现在的即期合同。这些措施将在2025年底前生效，其中包括占进口量1/3的即期合同。这个梅尔茨即将宣誓就任德国总理。这个梅尔茨已经被德国议会批准就任这个德国总理。这梅尔茨当总理也不容易经历了2轮投票，第1轮投票没有通过，好像差了6票，然后下午又进行了第2轮投票，第2轮投票才通过。这个中国有句古话叫好事多磨欧洲迎来一位真正的领导者。随着欧洲与美国关系逐渐疏远，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进入第4年，德国新总理梅尔茨将于周2正式上任。从巴黎到华沙，欧洲的关键盟友们都希望柏林能引领重新设计欧洲安全战略，成为稳定的支柱。梅尔茨现在被视为欧洲的希望。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托马斯·克莱因布罗克霍夫表示他指出，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在去年11月上一届政府解体后留下领导真空，而总理舒尔茨在欧盟各国间的沟通也略显不足。梅尔茨是个新面孔，克莱因布罗克霍夫说他有能力带来改变，注入新活力、新思路，并推动团结。梅尔茨曾批评舒尔茨对乌克兰的支持不够坚定，现在他需要兑现自己的强硬承诺，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就是现在。有媒体传言这个梅尔茨承诺要给乌克兰援助50枚金牛座导弹。梅尔茨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定于周3，目的是巴黎和
和华沙，旨在重振德国、法国、波兰三国的叫魏玛三角联盟。当然呢，这个梅尔茨啊，他也面临着国内的很多挑战，比如移民问题，还有经济停滞问题。面对这个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侵略的这个梅尔茨，他就任总理以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即祝贺梅尔茨当选德国总理。乌克兰对德国及其人民的支持深表感谢，你们的援助拯救了成千上万乌克兰人的生命。泽连斯基说这个很不容易我记得这3年以来泽连斯基对德国主要是批评为主，尤其是开战之初没少骂。现在这个梅尔茨一上台，泽连斯基马上感谢德国人民支持这个都是万斯导致的后遗症最近呢，这个《每日电讯报》报道他说英国正在为俄罗斯的进攻做准备，包括使用核弹还包括更新20年前制定的战争行动计划。也就是根据这个《每日电讯报》报道，这个英国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应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进攻，也就是准备跟俄罗斯开战。针对这个《每日电讯报》的报道这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进行了嘲笑这位俄罗斯外交官嘲讽了英国前首相，说道王子和国王都会带领英国银行家、设计师，当然还有科学家投入战斗。特拉斯会躲在坦克后面，这个特拉斯就是上一任英国首相那个女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手持英国国会国旗跳伞，特蕾莎会用舞蹈和关于誓言故事来结束这一切。这个扎哈罗娃把这个英国的前首相都讽刺了一遍。可以说俄罗斯人对英国那是恨之入骨扎哈罗娃还说英国几个世纪以来选择的策略是不对的，他们在妄图使用新的技术条件，采取阴谋诡计和挑衅手段，再次宣布某种战略失败，并试图实现这个目标，而俄罗斯却正在前进。他说在伦敦进行的乌克兰军人执行英国昂格鲁萨克逊的命令，妄图使俄罗斯遭到战略失败。扎哈罗娃依据历史事实强调说俄罗斯扭转英国所做一切，特别是赢得胜利，领导世界非殖民化进程，使各国和各国人民获得解放，将卫星和低位宇航员送入太空。总之这个沙俄罗斯对吧，这个历年来重大挫折都有英国人的身影甚至英国人亲自下场。所以说这个昂格鲁萨克逊是俄罗斯人的克星，这个不为过5月6日消息根据这个调查数据显示，约有 50% 的美国和西欧国家居民认为5至10年内可能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卫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受访者认为与俄罗斯关系紧张是引发新战争的最可能原因。接受调查的5个欧洲国家，就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中， 41% 至 5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未来几年可能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 45% 的美国人也持这种观点。该调查还发现68%到 76% 的受访者认为下一场大战将涉及核武器。 57%至 73% 的受访者还认为新冲突的受害者人数将超过第2次世界大战受害者人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冲突可能升级为第3次世界大战。虽然特朗普今天在记者面前又表扬了普京他说俄罗斯宣布胜利日3天停火已经是很多了。特朗普说普京总统宣布了3天停火，这看起来似乎不多，但实际上如果你知道我们是从哪里开始的话，这已经很多了总之一切功劳那都是特朗普的。即便是普京口头提出3天停火，别有目的别有用心的对吧，对俄罗斯有利的这种3天停火，那也是特朗普取得的功劳。特朗普还说俄罗斯是乌克兰之间也许不可能实现和平。当被问及俄乌战争是否接近达成和平协议时，特朗普回答我希望如此，我的确相信我们有一部分更接近，而另一部分可能没有那么接近。我不想说哪一个更接近，但我们的确为美国人民做了一个好交易。如果我实现和平的努力没有成功，我就会放弃和谈。总有一天我会说好吧，继续做傻事。有时我几乎要退缩，但是接着积极的事情就发生了。总有一天我会说出达成和平协议也许是不可能的。普京和泽连斯基之间存在巨大的仇恨。你看也是特朗普心灰意冷要打退堂鼓。但是俄罗斯人似乎并没有放弃毕竟特朗普积极运作特朗普的斡旋客观上对普京是非常有利的，对俄罗斯非常有利。所以说这个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告诉媒体说乌克兰问题任由美国调解，暂不谈
更换中间人，也就是你特朗普不想干也不，那必须就得你干。说俄方还在继续与美方开展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对话，目前不谈更换中间人的事情，也就是你特朗普想撂挑子还撂不了，你还得继续给普京干脏活。这个佩斯科夫为什么说这个话呢？是因为巴西的《环球报》此前刊文称巴西希望能在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充当中间人。你不是特朗普不想干了吗？不想斡旋了，那我巴西卢拉来斡旋。结果这个佩斯科夫说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这活只能特朗普来干。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国内可以说又乱套了。5月6日，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请求解除他的职务。作为这个俄罗斯口炮界的天花板，对吧？口炮二哥吧，对吧？一哥是梅德韦杰夫，二哥就是卡德罗夫。为什么卡德罗夫是二哥呢？因为卡德罗夫不喝酒，对吧？他们是这个叫穆斯林不能喝酒。所以这个梅德韦杰夫是天天喝早酒，所以他得第一一哥没毛病梅德韦杰夫每天标出来的那些不着四六的话离奇程度跟他早上喝的早酒的量有直接关系。这个卡德罗夫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呢？这个他在接受车臣今日通讯社采访时谈到了请求解除他的职务。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以此回应了有关他可能辞职的传闻。他在对该出版物记者评论中还讨论了他的继任者。他说，我本人请求解除我的职务，其他人会有他自己的倡议和愿景，我希望我的请求能够得到支持。这位车臣领导人并未具体说明他究竟要求谁解除他的职务。此前，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就有关其健康状况传闻发表了评论。据他介绍，晚上不断有人为他编造各种疾病。我只能说俄罗斯国内出问题了，俄罗斯国内的矛盾马上就要盖不住了。这个普京在接受这个扎鲁宾的访谈在这个他执政25周年，对吧？这个系列宣传片里谈到了他的接班人。我在前天节目说了实际上这是普京希望俄罗斯国内各派势力野心家要斗起来，只有这些人斗起来，普京才能安全。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康熙末年晚年九子多敌，是非常像。现在的俄罗斯你要看上去他好像四平八稳的，实际上他暗流涌动，但是大家都在那糊弄普京普京根本分不清谁，对吧？是对他忠心，谁是处心积虑的要他倒台最终，对吧？把这个权力位置要交给谁，锅要托给谁，他得考察所以他希望他们斗起来，这是个大背景而且，对吧？春江水暖鸭先知大厦将倾，黑云压城，这些人他是知道的。特朗普本来是指着特朗普救他们一命，结果现在一看特朗普不中用特朗普好像要倒向乌克兰了，也就是末日来临。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卡德罗夫第一个跳出来表态。卡德罗夫这个表态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以退为进，对吧？你先把我辞职了吧，我可不想那个跟你们竞争这个什么继承人的位置别到时候羊肉没吃着，惹得一身骚。我以进就是以退为进，你们把我解除职务算了。然后第二个也是表达卡德罗夫的不满，对吧？你们这些俄罗斯人一天到晚的编排他，说他身体不好，说他得了病，对吧？说网上不断有人为他编造各种疾病，这肯定是俄罗斯人嘛，这国外的人编他有什么用对吧？如果是美西方编他各种各样的病，那他应该跳起来反击才对，对吧？反正他是口炮二哥，怕谁实际上这个是俄罗斯国内那些议员，俄罗斯国内那些权贵在编造卡德罗夫有不治之症，随时要嘎。这也是卡德罗夫一个反击，你们都看不惯我，对吧？你们对卡三代有意见，卡德罗夫现在作为卡二代，他现在安排卡三代在跑步接班呢，对吧？这个整个车臣公务员系统里面都是他亲戚。所以第三一点卡德罗夫主动辞职真的希望说被免职，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这个车臣上上下下都是他亲戚科级以上干部那都是直系亲属，副科级的那都是七大姑八大姨，这么亲戚朋友，他也一辞职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卡德罗夫可以说是以退为进。那第四个，卡德罗夫这么喊话，客观上是将了迪波老人一军。那迪波老人，那到底解除他职务还是不解除呢？人家自己都喊话了，迪波老人不能装着听不见吧？如果这个时候解除卡德罗夫的职务，那车臣就要乱如果这个时候不解除呢，那卡德罗夫有恃无恐，说不定什么时候条件成熟，卡德罗夫就带着他的这个阿赫迈特特种部队，对吧？要到这个莫斯科去勤王，奉诏进莫斯科，对吧？要保护普京的安全
总之啊，这个卡德罗夫现在异动啊，至少说明这个俄罗斯国内政局不稳啊，各方面都在蠢蠢欲动啊。最近这个绍伊古也非常活跃啊，动不动发表这个高瞻远瞩的讲话。这些讲话按道理啊，像这些独裁国家都应该是普京讲的，但是这个台词都被绍伊古抢去了啊。你看啊，我念一下，大家就知道了啊。这个绍伊古在为俄罗斯报撰写的文章，这一般的都是1号人物干的事啊。为什么报纸撰写文章？什么时候轮到绍伊古干这事？他是个国防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啊。你看啊，绍伊古写的文章，关键是文章还不是一般人写的啊，是关于伟大卫国战争的教训，对在当前地缘政治条件下确保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你这个文章是你安全秘书写的吗？这叫僭越。他在文章中指出啊，俄罗斯领导层为减轻对俄罗斯的外部威胁而做出了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决定，及其进程对全球范围的力量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总之啊，这也是搁在斯大林时代，那绍伊古晚上就被带走了，这也是欺负迪波老人的这个根基不稳啊。迪波老人现在掌控力减弱啊，对吧？这是绍伊古欺负到普京头上了。这种大文章，对吧？这种提纲挈领的啊，这种高瞻远瞩的这种东西，那是你一个秘书能染指的吗？所以啊，从这个绍伊古和卡德罗夫的异动啊，可以看出啊，这个俄罗斯很有可能啊要树倒猢狲散，大难临头各自飞了啊，乱象已经显现了，对吧？天下未乱，车臣先乱。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